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
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
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
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咱礼拜时间得要到，咱将咱的行动电话来关机，也是关震动。咱做伙来吟会情诗363首。咱来吟会情诗363首。我早起时，你要教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列我的祈祷。福音静声。邀花有恩惠有怜悯，伊赏赐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要永远纪念伊的约。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310首，救主耶稣奇妙的名，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愿徛伫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事，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来启应，启应文第一篇，启应文第一篇，我来启，请兄弟做来印。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坐武万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咱做额头来祈祷。我伫天的爸，愿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有份伫礼拜日的透早，搁一届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学罗你。虽然有风台、有落雨，阮的心悠然自在，因为阮知你的手随时保护。主捌讲，就算赤鸟啊，伫上帝的面前，连一只也袂忘记你。何况恁比赤鸟啊较贵气？上帝敢无时时纪念保守恁嘛？主啊，感谢你的疼痛甲保守，互阮成做你的囝儿。当阮伫人的面前认主的时，主伫上帝甲天使的面前也要认管。今仔日，阮搁一届要甲主同坐倒，纪念主一届永远有效的献祭，用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照着信来得到救，得到甲上帝和好。主啊，教示阮。除了感谢纪念你的疼痛无限以外，搁较互阮知，阮爱时常省察阮家己，看阮有啥物歹所行，看阮有遵照主的教示来行无。恳求主赦免阮的罪，嘛互阮会晓得怜悯人、服侍人、祝福人，专心多无好事，尽力。甲人三合，将家己当作圣洁的活祭，来献伫上帝的面前。我来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俄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同心俄罗上帝”。
咱做伙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台语汉字本伫84页。台语汉字本伫84页。路加福音12章13节。正人中有一人甲伊讲：“先生啊，请你教我的兄弟甲我分作业。”若是耶稣甲伊讲：“你这个人啊，自罪设立我做恁的审判官，也是做分家业的吗？”就对正人讲：“要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伊所积聚的丰盛。16节。就用譬如对因讲，有一个妇人，伊的田园真好收。伊想来想去讲，我无所在通放我的土产，通囤我的土产，打要怎样？佮讲，我要安尼做，要拆我的册仓起较大个，就我的五谷甲财物拢要囤伫遐，也要甲我的灵魂讲。灵魂啊，你有侪侪财物积聚，做侪侪年的路用，通经营啉食快乐。若是上帝甲伊讲，戆人啊，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要归什么人啊？既然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的面前无好业的，也是安尼。现在，我心偏心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应讲，记醒我的主。现在，我心偏心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应讲，提醒我的主。讲到所无书今日要讲的题目是贪恋甲糊涂。亲爱的姊妹大平安，咱即时同心来祈祷。天父特别，阮感谢你，让阮伫主日，抱着一个敬虔的心，阮三甲做伙来到礼拜堂。主你的心，甲阮三甲伫地，恳求你伫这中间来帮助阮，阮着诚心伫这个所在来学了你。嘛，阮透过上帝你的话，伫这个所在，将你的真理刻掉伫阮的心。阮通照你的教示来行，恳求你亲身带领引带阮，阮伫整个礼拜中间来经验，甲你三甲伫地，嘛透过你所讲的话，阮一只有好的学习。离开阮的心，愿恭敬仰望，献上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对咱来讲，假使无有一个问题问大家讲，有钱好啊毋好？毋知你的答案是啥？无事呾讲了呢，后壁就看讲好，真好，实在是真好。我想，对于一般人来讲，咱若有较济钱，应该拢袂感觉真歹。其实人若正当来趁钱，至到不污，咱对圣经内底，咱嘛看起，这无有啥物通反对的。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甲钱财有关的一段经文。咱若要透过这段经文，咱三甲来学习几项的工课。咱若三甲做伙看，
经文的一开始，就是有人来敲做耶稣，特别伫这个所在要来请伊分这个作业，就是加产。其实读到这，咱爱注意，这真特别，因为当时一定有分加产的规矩，所以一定有规矩。伊确伫迄个所在，佮安尼来行，咱通讲，伊用这请教耶稣，应该有伊其他的图谋。耶稣听了后，咱佮三角来看，耶稣其实伫地面上伊服侍的时，伊往往拢毋是看到表面，还是讲做表面的这个工课。通常伊拢会搁指出迄个更较要紧、更较深的问题，根据迄个人真实的状况还是需要，伫个所在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甲因服侍，还是来甲因回应。咱就看起经文内底，耶稣伫个所在对证人，也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内面，即个提出分作业的人，伫个所在来回应伊的请求。咱若对圣经看，咱就知耶稣有甲应好啊无？敢有应好？其实是无。耶稣拒绝伊的请求，耶稣无照伊伫迄个所在的请求来回应因，但却伫迄个中间。咱看起耶稣有伫迄个所在来回应伊的问题，而且伊是用一个证人对证人安尼一个方式来回应，所以咱就看起伊安怎讲，就亲像即段经节安尼，伊讲，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伫伊所积聚的丰盛。其实耶稣伫迄个所在已经来看破这个人，以及伊伫迄个所在，伊要问这个问题的要义。其实伫这中间，这毋是一个分作业的问题，乃是伫伊的心内底，伊有一个贪婪的心，贪婪的心。人若贪，耶稣真清楚知。若准讲是耶稣伫个所在来做公亲，安那敲嘛敲袂平啊。所以咱就通看起，耶稣一个就甲因讲：你即个人啊，是随说哩我做你的审判官，还是做我分家业的吗？咱就看起耶稣伫个所在真有智慧，像安尼来甲伊应。咱通讲，即个问的人其实伊是表面伫个所在，哪亲像尊敬耶稣，却是挖一个坑伫个所在，要耶稣跳落去。耶稣嘛知伊的问题，所以耶稣知伊的心内迄个贪婪，迄个贪确实若无解决。那呢？伊遮要请什么人来甲伊做断事的官？其实拢真恶，伊嘛袂感觉真公平。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段经文内底，耶稣教即个人，还是讲教证人伫个所在讲，着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拢无贪心。咱今仔有哪要注心伫即个？拢无贪婪的心的即个部分，其实咱若讲到贪，咱可能较常常听到，就是迄个用不法的手段、用骗的、用抢的，伫个所在来得到利益。最近咱知有一个新闻较早出去佚佗就出去佚佗，即马若讲你要去柬埔寨，还是要去泰国，你都要真注意，是安怎？因为伫个所在有诈骗集团，为着要得到利益，
伫迄个所在，甲人当作亲像猪仔，伫迄个所在来买卖的事发生。迄个贪，哪亲像你讲遮的？但是，敢是答安尼尔尔？即个贪，敢是即种的较是贪，还是迄种做大官，偷伫迄个所在来抽摕、抽象，还是做生意伫迄个所在来偷工减料，即种的，较叫做是贪。真爱兄弟姊妹，咱三甲做伙来想，假使你若感觉讲你就是无食的，咱头拄仔所讲的食的，所以即个贪甲你拢无关系，因为你拢无做食的无违法的代志。那呢，我要讲，恐惊你上轻松来看即件代志。耶稣伫即个譬喻的内底，即个好野富的人，即个财主，咱若认真看，伊敢有做啥物违法的代志？伊敢有做啥物不法的代志？咱若看圣经，咱就知，其实若照规矩伊拢无。啊，伊嘛照规矩伫个所在请教人啊，请教耶稣，请伊做公亲啊。伫即个中间，咱通看起，伊若亲像拢无做啥物不法的代志。但是耶稣真清楚，伊的问题，较毋是即个部分，乃是伊伫个中间，伊要照伊心内迄个贪婪的心，要行伊家己想要行得到的利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好家己感觉讲啊，我家己真守规矩，还是讲我真安分，我拢真清白，那呢？即个贪婪，即个贪的心，就甲我拢无关系。亲爱的姊妹，无拄拄。咱今仔做伙来学习即个功课。啥物叫贪婪的心？贪婪的心是啥物？咱来看即段的经文，耶稣讲，比如了上尾啊一句话讲啊，讲戆人啊，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拢要归伫什么人啊？这什么意思？是安怎？耶稣伫这个所在讲，无讲伊是一个好野人，还是讲伊是一个财主？我伫个所在讲安那？讲是戆人啊，糊涂的人啊。是安怎安尼讲？上帝是袂冤枉人的，上帝讲伊。耶稣讲伊是戆人，是无知糊涂的人，较毋是你讲伊无学问，还是讲伊无巧？其实，这乃是你点出，这个人伊伫这个所在糊涂了，因为伊心有一个贪婪，所以看代志掠家己最要紧，所以对到伫个所在，咱的主讲伊戆人啊，糊涂人啊。即个糊涂甲即个贪婪连做伙，是安怎安尼？咱来看伊耶稣所讲的比喻，其实就有点出迄个重点。耶稣讲一个好野人，也就是财主的一个故事。伫即个故事内底，即个好野人，还是讲即个财主，伊得到好的修行。了后，伊后壁咧讲安那？讲伊想来想去，伊想来想去，伊家己想来想去，过来就是伊所有要做的代志。真爱的姊妹，伊家己对家己讲：我要安怎做，我要安怎行。耶稣讲，伊想来想去，也就是讲。当伊得到好的修行，当伊得到富有财富的时，伊是用一个自我最中心，伫个所在来进行所有的思考。伊毋是一个开放的心思，毋是一个对上帝开放的心思，乃是伫伊
家己做中心安尼一个想法内底来进行伊所要行的代志。所以当伊安尼来想的时，上帝就甲伊完全无通有机会对话。上帝心意伫个所在，就甲伊无有啥物的关系。其实，嘛是因为安尼，即种的想法，以自我做中心的想法，就来影响伊坐坐。亲爱兄弟姊妹，耶稣指出，用譬如来点出这个人的问题。其实，安尼的话嘛，亲像你甲咱讲，咱对上帝，咱是一个开放的心思，互上帝参与伫咱的心思意念内面，也是咱照咱自我迄个关做伙封闭，迄个看到照家己的迄个心意伫个所在来行，安尼一个思想。开放是你指，搭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上帝的道理、上帝的话，搭用阮伊伫这个所在来帮助咱，互上帝有参与，互上帝伫这中间甲咱有对话，伫咱的生活中间生活信仰的生活，就是透过读经、祈祷来知上帝心思意念，体会圣神的感动。那呢，你的思想意念有结连伫上帝，这叫做开放的一个思想。但是咱来看这段经文，这个妇人也就是好野的财主，当伊想的是安那？今年是好收成啊！上帝啊，我会使安怎做？咱来看，伊讲哪亲像无想到上帝，伊拢想到家己。检查伊若会使甲上帝安尼讲，上帝可能会甲伊讲，你有好的收成真好，但是你隔壁迄个厝边，伊的切床是空的啊，伊阁有细汉囝伫个所在需要照顾，需要关心，需要养饲。那呢，你的好收成，你会使做啥物呢？这个富有的财主，伊拢无想到这个。咱若认真甲看，伊伫个所在拢想到家己，无上帝，无别人。亲爱的姊妹，若准讲伫你的心内底无上帝，只有你家己，安尼实在是真恶劣伫个所在。真正领受着对上帝遐要对你的祝福，你真容易伫个所在，就行入一个歪曲的路顶面。即个糊涂的人伫个所在，伊的错误伫倒？伊的错误就是伊第一步，伊开始想来想去的时，伊就安那，甲上帝囥伫边啊。亲爱的姊妹，咱认真想，咱想代志，咱是怎样？这个财主将上帝囥伫边啊，所以无甲上帝有任何伫个所在的对话。接下来阁想的，就拢甲家己有关系，所以就一直伫个中间行入一个无四正的路顶面。其实，遮拢有真大的问题，必须咱嘛爱撒开来想的。你好野有好收成，那呢？遮个敢拢是你的？亲爱的姊妹，伊则讲我的土产、我的切床、我的五谷、我的财米，哦，拢是我。亲爱的姊妹。拢是我，但是咱拢知，遮个上帝所想事的，其实拢毋是伊啦。但是习惯伊着照伊家己，拢是我，袂记哩这是上帝的想事。安尼一错就再错，
所以咱看到伊想的是过来伫伊的册窗内底，无法度伫迄个所在来收伊的土产，所以看到的是遮爱做啥，遮爱做啥。但是外口面可能有寡欠缺甲需要，遐有寡离过户，也是有需要伫迄个所在得到帮助的，咱拢伫即段经文内底看无到财主伊做遮个代志。阮倒当伊是伫迄个所在想册窗一定拄到顶，我看到我的册窗伤细。所以我要搁起较大个。伊当看到家己的满，看袂到别人的空。当上帝摆拄伫咱所想的画面的时，那呢人就是照家己自我为中心来想遮个。伊想的是搁较济，册窗要起搁较大。但是，亲爱兄弟姊妹，伊敢有做伤天害理的代志？无，这是对咱每一个信的人，咱三个爱来注意的。你若拢无做伤天害理的代志，你无影伫上帝的心意内面哦。你无伫上帝的心意内面。你着以家己做要紧，啥物代志拢是我。亲爱的姊妹，那呢，这个神对伊来讲，都有真大的欠缺。咱的主毋是安尼的主，咱的主是一个爱咱、明白伊的真理、行伫真理的上帝。所以，这个财主伫个中间，一定。念头就来错误失错，所以处理伊的这财物，当然就有哪出错。而且，咱看伊对伊的灵魂讲的话，嘛拢出错。来，咱来看伊安怎讲。伊讲灵魂啊，你有济济的财物积聚，做济济年的路用，通清闲啉食快乐。伊想着讲，灵魂若要满足，伊的步就是安尼。但是灵魂真正是安尼来满足吗？伊伫个所在，照伊家己想的讲，安尼灵魂啊，你就会使满足快乐。其实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伊的灵魂其实有哪伫无满足的光景内面。所以伫个中间，因为无上帝照家己的，所以伫个中间嘛是用一个错误念头，想讲我就是积做遮个，甲伊起哦较大个，当呢就会使满足灵魂。所以伊伫个中间，就用安尼方式来行。灵魂啊，你有济济的财物出资，做济济年的路用，伊想了阁真济呢。咱甲三个看，做济济年的路用，圣经是无写即个好野人，还是讲财主伊的年岁。但是伊遮讲济济年的路用，应该咱若来理解，就差不多是安那，会堪伊安那，食啉伫个中间，下半辈子安那，拢好过日子。甚至伫个中间检查伊的囝儿孙拢免烦恼，这若伫现代叫做风险管理很好。但是真正会使安稳过日子吗？亲爱的姊妹，安稳过日子就是安尼吗？我想毋是。咱搁来看另外一段经文，伊则讲。我要将活命的路指示，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亲爱的姊妹，人要心安稳，有喜乐甲平安，你着爱伫安那主的内面。
你若不在伫主的内面，你看起来外在亲像有遮的富有的物来互你享受，但是你爱知遮的其实无法度真正满足你。你所得到的迄个福气，还是快乐，但毋是永久的。亲爱的姊妹，咱通讲，这段经文检查你提醒咱的灵魂会因为安尼，你就来满足吗？你准备坐有诶好诶路用，安尼就通满足吗？较早有一本册吼，写有一段时间真有名，伊讲穷得只剩下钱，剩甲剩钱，钱啊是这个财富真正会使满足全部吗？所以耶稣伫遐讲，戆人啊，糊涂人啊，你若甲上帝放伫一边的时，你啥物伫迄中间拢无法度得到满足。你爱的是自我，你爱的是迄个对自我生出来的贪婪，其实遮的反倒当是会带来无好的一个结果。亲爱的姊妹，对咱每一个信主的人，咱拢爱三角来想一件代志。这个富有的好野人，伊伫财务的顶面出问题，处理的方式出问题，了后咱来甲注意看，伊对灵魂的需要，嘛伫个所在糊涂。咱着通看见伫个中间，耶稣伫遮甲伊做一个真大的提醒，伊讲啦，讲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就你所备办的，你要归予什么人啊？亲爱的姊妹，看起来伊若亲像你准备，看起来若伫个所在，伊照伊家己的熬，伫遐来做遮的。但是若无耶稣，亲爱的姊妹，这是空啊！这也是咱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咱三角要成做跟对伊的脚步，成做基督徒最要紧的部分啊！当你要甲人讲福音的时，就是爱互伊知啊，就是这啊。啊，师，咱若讲咱是一个真愿意准备的人，那安尼你会记得咱的准备，那是爱倒来伫上帝内面，伫上帝内面，较有法度真正伫个所在做出真好的决定甲准备。耶稣伫个所在讲，你是一个戆人，你是一个无知的人啊！因为你的灵魂受羞的时，当你准备的是啥物？伊伫个所在，搁咧想讲，哦，安尼过来十几冬拢免烦恼。但是今仔日你的性命就无去，遮个对你来讲是啥物？即个问耶稣的人，咱若对经文三角来看，伊有可能就是安那。伊的时代最近安那，伫个所在过身啊，但是可能兄弟济，分袂平啊，还是讲家己伫个中间感觉讲啊，我应该得较济，安尼即马有一个吼牛人伫遮，一个先生伫即个所在，啊不我甲问一下，啊伊若甲我应讲吼，你着安怎做的时阵，检查伫个所在，我着有理由。我会使贪婪较济，亲爱的姊妹，耶稣无落在伫即内面，反倒当提醒伊，当你是用什么的态度来准备啊？伊可能毋知，有可能伊伫个所在，若亲像伊要得到财产的人，但是嘛有可能。当伊的性命虽无去的时，其实伊毋知啥物人要伫个所在真正来继承伊的遮个物。亲爱的姊妹，毋望咱拢毋是安尼的人。
咱伫钱财顶面，咱对今仔日经文内底，咱有寡体会，但嘛要邀请咱着爱伫这个所在有做好的准备。毋是伫钱财顶面的准备，乃是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若安尼你规划，也是讲你行头前的路站的时，因为你信靠主，但上帝嘛伫这个所在要引带带领咱。而且我咱要问家己，对你来讲，你敢有对你的永远我做好准备？你敢有随时拢做好准备？无使你这所小可等我，咱来想一件代志。万一若就是今仔日上帝要调你去，那安尼你会负压袂？即个今仔日有可能是70岁、80岁、90岁，嘛有可能是公斤嘛。但是拢小共款，爱三甲做伙来想即件代志，你有真正做好准备来面对即个永远无？若无，就讲你活100岁，你犹原无法度面对耶稣伫即个所在即个金棉的即个问题。亲爱的姊妹，求主真心帮助咱。咱对钱项来看起，即个人贪婪的心；对贪婪的心来看起，伊就是伫咧中间照伊家己所想的咧行。对遮，咱阁三甲做伙转来想，搭伫咱的神的内面，咱有互咱的上帝参与啊无？即个参与，较是真正的准备，而且即个准备，较是互你得到迄个真正永远我上好的准备。求主亲身伫这个所在带领咱，嘛帮助咱，互咱通伫这个所在真正把握。牧师摆有一道机会吼，其实咱若最近看新闻，咱就知吼，最近的新闻吼，足奇怪吼，毋知除了打疫苗以外，讲着拢无啥物代志啊吼。啊，即马疫苗的代志，较亲像较降低了吼。咱开始看拢安那杀人的啦，出车祸的啦，遮有的无的啦。啊，咱就发觉讲，我太会雄变做是安尼。但是我看遮的时阵，我是感觉讲，当咱人伫迄个开始本来疫情受足压制的光景的内面，咱开始亲像会使较透放的时，人亲像无做好准备，所以心浮动。看人就安那无爽快，哦，还是开车就安那，哦，会使出去佚佗啊，真欢喜，啊，就安尼，吼，愈来愈去。但是缺伫咧中间，就来出遮意外。我要讲，这嘛是那亲像无准备的一个光景。有一个骑奥多摆的青年人，搭过来有一个好的假期，就亲像咱过来中秋节，哇！真欢喜，啊，骑一台漂泊的车，想讲过来要安那，无拍算在巷仔边，啊，一台车愈怪就弄着。亲爱的姊妹，伊想的遮个，伊计划遮个，其实伫迄个时拢无路用。伊的假期可能就是爱去带病院，迄个伊想要得到一个快乐的日子。因为发生即个车祸，搭伫咧中间，拢全然改变。亲爱的姊妹，咱的上帝无反对咱，对咱的未来爱做啥物的准备？伊无反对，其实但无反对，伊嘛爱咱做准备。对咱每一个人来讲，这个准备，你若是照你家己，其实拢无够啦。爱上帝亲身参与伫咧中间，爱把握上帝的真理，那呢，你着真正为着你未来永远我做好的准备。那呢，
你要伫这个所在来得到迄个对上帝遐来真正的保密，甲真正的祝福。这有一段经文，伊咧讲到一个爸母官吼，一个官员，少年的官员吼，伫迄个中间，伊上帝看耶稣看伊怜悯伊，所以伊就伫迄个中间甲伊讲，你爱安怎做？啊，就来讲这个话，讲你就爱卖你所有的去整治遐个送香的人，安尼你就会使为着你家己来准备迄个袂通歹去的钱袋啊，用袂打的财米伫天顶。这是贼袂通接近，虫袂送伫迄个所在来咬的所在。那呢，伫迄个中间，你要伫迄个中间来真正经验上帝的丰富。圣经伫即个中间，伊讲即个少年的，伊到尾也无安尼做，真无彩啦吼。但是咱嘛搁倒转来伫今仔日，咱三角想的即段经文，咱是毋是有真正把握？求主亲身带领，而且咱嘛搁三角倒转来想即个贪婪的代志，即个一错开始错，迄个贪婪的心，就是伫迄个中间，因为将上帝放伫边仔啦。当上帝放伫边仔的时，你就是互魔鬼有芳，嘛是沉沦的开始。求主亲身带领咱，互咱伫咱的心思意念的内面，常常有伊，互咱伫迄个中间，免得亲像耶稣咧讲，即个财主是共款。你真做是一个贪婪糊涂的人，咱同心做来祈祷。天父地爸，你是恩典满满的主，你也是教示人，互人行伫四正路的主。阮透过今仔日三角学习的经文，但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警醒，但阮的生命，阮是毋是有甲你？阮是毋是有将你放伫内面？还是阮照阮家己的方式来行？阮恳求你带领阮，麻烦伫即个中间，将你的心思念放伫阮的心怀。那呢，阮甲我到即个中间来做好的准备。啊，恳求你带领引带阮，阮知人毋是用家己的方式，甲我到真正得到遮的，乃是爱倚靠你，照你的旨意来行。但阮甲我到真正行伫主你祝福的内面，照你的步，照你的旨意来行，甲我到真正经验。不管是地面上还是天灵，所有遮的祝福，但阮恳求你带领引带阮，嘛听测阮，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做来吟圣诗304首，我当抗恁着献家己。咱起立来吟全首。明白上帝善良顺从。
请坐。咱即碟来甲主同坐道，来修圣餐。咱来坐咧吟就好吼，吟圣诗215首。吟诗的中间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甲主同坐道。伫主基督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地以教会陪参者来三接受主的圣餐。今仔日姊妹，请咱来听主耶稣对咱记纳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记纳伫我陪同担的人，就跟我要互因安息。我就是换命的饼，就跟我的人不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要甲我食。也有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个伫地。所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安尼盘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问迄暝，伊有提饼祝谢，当然即是教义的模样，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主耶稣，主上帝，但愿照你的命令来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
恳求你找圣神来审判阮，也审判者还摆咧伫你的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遮个对信心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稳定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主耶稣讲，即个身躯是为着咱拍破的，当咱着行呢来纪念伊。主耶稣讲，即个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当恁着行呢来纪念伊。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我所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我所拍破的，咱着行呢来纪念伊。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你我所拍破的，咱着行呢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
吃了后，嘛安尼盘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
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咱三甲基地。这是咱三甲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故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秘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信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条来奉献，奉献的大声我阁甲大家提醒一下吼，咱即马奉献怎啊吟奉献诗道吼，奉献诗刷。咱接受就袂阁祈祷吼，所以咱奉献诗刷，咱就会当来坐落来吼。咱来请美奉这书甲邀请接出来书献。
即条来报告，报告台先，咱来看周报第3面，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兄弟读2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既若照安尼行的，才有聪明。耶和华的名声直到永远。诗篇111篇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既若照安尼行的，才有聪明。耶和华的名声直到永远。诗篇111篇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既若照安尼行的，才有聪明。耶和华的名声直到永远。诗篇111篇第10节。本周的聚会表甲事项表，请咱家己详细看。咱来看本会消息。今仔日礼拜中有举行圣餐，感谢本会代理的小会议长，民族路教会苏国勤牧师来主领礼拜甲主持圣餐，多谢伊的辛劳。今仔日下晡2点，风和弦第2楼礼拜堂有因的音乐会吼，咱免费入场，请兄弟若要参加7点50，咱提早来入座。第3点，伊主日邀请中华路教会王武聪牧师来主领礼拜甲讲道。第4点，咱后礼拜煞11点半，伫1楼的副堂要召开9月份定期的中执会甲任执会，请中执甲国团契会长队长咱辅导来出席。了后要阁煞开小会，若有要请假的，咱受助执事来请假。第5点，咱有成立聘牧小组，调集人是罗长老，有关聘牧下者的事宜，若咱有感觉讲对一个牧者有较好，咱有听到人有介绍，也是讲有啥物种的动态，咱会当找罗长老来参详吼。第6点，双联团契的选举的结果。竞争胜利会长王明仁、副会长蔡梦莹委员黄少军、王宪仁、陈秀云、桂芳如、蔡庆美、罗秀贤、林国英。第7点，妇女团契年会改选会长刘罗义、副会长林惠美、委员王素娥、徐轩、柯顺英、林慧珍。第8点，总务部邀请咱迄个停车场的指挥咱这目前是甲3个咱若有开车，咱拢知影咱可能逐礼拜来拢是超这3个兄弟咧指挥真辛苦啦2位3位吧拢超2、3位兄弟咧指挥。咱目前若会当是阁会当邀请3个阁较好因为咱嘛是咧讲，咱若伫教会，咱会当做咱会当服侍的工课咱免客气。咱若感觉讲咱适合即种的工课，咱会当做即种小小的服务。其实讲小小，其实是真麻烦啦。你透早可能才8点半都爱到位这拢是即种的服侍请咱有意愿的同工兄弟姊妹拢会当来做这个工课。第9点，下一季的新眼光甲教会公布若准有要新登记的，甲办公厅来登记。第10点，迄个团契行政单位9月18进前，爱将下一季的这服侍人员甲轮值表，互干事来编排后一季的行事历。11点，即马确定是9月25啦即马确定是9月25，下晡3点半到5点，伫咱教会咱家己有要建设伫咱的6楼有一个有机农场开始咱要开课12点，迄个咱无牧师的期间，咱1楼的迄个铁卷门规个咱拢总关小门嘛是关咱若准有要来教会，可能就是爱升电读咱的行政干事
但是干事拜一甲拜三有休困吼，所以咱若要来吼，可能爱闪避这个时间。下主日的迄个庆生的名单伫下面，咱家己详细看。若准有问题有漏去的，咱诸位执事来做更正。第5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今仔日有聚会啊，妇女团契、社青团契。兄弟团契等下礼拜煞伫特别出外吼。拜六因的读经，因为拄啊中秋节吼，所以兄弟团契有暂停一届的读经。四海读经9月初8，青少年团契9月11，少年团契9月25吼，拢有因的聚会吼。咱请咱家己详细看吼。好，集体关怀，咱等下再来做一个祈祷。教界消息，咱家己来看吼。第7页有顶礼拜的奉献，伫遮报告做领收。若准有错误的，请我本人来做更正。好拄仔接到一个消息吼，科长都摕我一个消息，迄个玉秀姊妹吼，咧咧说吼，有跋倒，我听了袂记哩，毋知是倒边正边的锁骨吼，正伫开刀，目前即个时阵应该是伫开刀啦吼，所以请大家关心甲带倒吼。好，咱请做伙起立，咱为着一寡咱的集体关怀，咱做伙来做祈祷。主，阮感谢你，你互阮由愿留阮的性命，互阮有法度来到这个所在，来遮敬拜你、学习你。主，阮感谢你。阮为着新的学期已经开学，遮的青少年来祈祷，互因伫因的学校的生活，甲同学互动、学习的过程，甚至伫家庭中间，甲老爸老母相处，会和谐。尤其伫信仰的顶悬，主恁拢看顾伊，互因伫对少年的时，就会当来学晓天条伫你，凡事信靠主，互因对少年甲老拢袂偏差。我嘛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玉秀姊妹昨暗跋倒，即马拄咧手术，求主你的圣神、你的圣手辅助、扶持帮赞，看顾伊规个手术的过程，得到主你的照顾，得到主你的引带。我嘛有一兄弟，因的身体欠安。伫厝里伫疗养，淳朴乡、明月节、苏慧老师，因还伫大院的中间，主恳求你圣神安慰，互因的肉体甲灵命拢得到主你的看顾。我嘛有一兄弟姊妹，因有确诊，还伫厝伫休困，主求你怜悯，求你安慰。求你亲自医治。阮教会伫无牧师的期间，阮各团契的活动也是伫正常，各部组嘛是也是伫正常的运作，由主带领。虽然阮即马无牧师，总是阮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团结伫主的下面，阮拢互遮个运作了真好势。当时我嘛恳求主，你早为阮备办一个适合阮教会的一个牧者来到阮的中间，互阮的教会会当哪来哪兴旺，得到主你的听从。我嘛为着阮即摆的疫情来做祈祷，因为阮知这几工疫情有了伫升温。恳求主，互阮大家兄弟姊妹，大家拢会晓知影保护家己，做好阮防疫的工作。互阮
伫内外出入的中间，拢有主的保护甲压榨。阮将以上顶悬所有的代志摆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带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互相请安。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咱来吟每遍的诗，圣诗514首，担要散会求主赐福。吟诗煞，请苏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他，圣神的相通，甲咱三个弟弟，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来倒闭会。一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